講起香港嘅電影公司，大家成日都中意講60、70年代嘅邵氏，80、90年代嘅嘉禾，或者之後殺出重圍嘅新藝城。不過再數落去，其實好多人都唔記得咗一間同樣好有代表性嘅電影公司——香港 UFO， 就係好多著名電影嘅出品方電影人製作有限公司。90年代初，香港電影界俾黃飛鴻同東方不敗呢啲武俠片炒到熱晒。成個圈都瘋狂搶武俠 IP， 搞到武俠片成為當時最有市場嘅類型。嗰陣仲喺嘉禾嘅曾志偉覺得公司商業味太濃，搞到冇乜創作自由，於是就索性拍板離開，仲帶埋陳可辛一齊走。之後再挖嚟鍾真，於是有咗曾志偉同鍾真出資，陳可辛用佢日後導演費嘅形式入股。三個人一齊創立咗電影人製作公司，之後又揾嚟陳德森、張之亮、李志毅呢班當時叫得出名堂嘅導演新星加盟，個個都唔係等閒之輩。例如陳德森，佢嘅代表作包括《十月圍城》、《特務迷城》等等。2010年憑《十月圍城》攞過金像獎最佳導演。佢一向都唔係好高產，但每部作品風格都好唔同。佢唔係嗰啲好標榜文藝嘅導演，亦唔係亂咁搞笑賺錢嘅純商業導演。簡單講，佢啲戲唔自戀，又唔俗氣。佢嘅戲有市井味，有溫度，有百味人生，睇完有得回味。至於張之亮，相信最多人記得佢係憑1992年《農民》攞到第1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同最佳編劇。佢1982年喺無綫第10期藝員訓練班畢業，初初做助手，再跳槽去新藝城做少爺威威助理監製。之後因為曾志偉推薦入咗嘉禾，負責僵屍先生嘅電影策劃。佢第一部執導嘅戲係中國最後一個太監，後來又自己開咗夢工場電影製作公司，兼做監製同導演。張之亮拍過好多唔同類型嘅戲，成績有好有唔好。佢唔算係風格超完整嘅導演，有啲代表作未必處理得好完美，但佢肯試肯冒險，戲入面總有一啲位係值得睇嘅。雖然佢偏向非主流偏文藝，但起碼唔係求其交貨，係有誠意有態度咁拍戲。李志毅喺1984年入行，當時係以美術指導身份踏入電影圈。到咗1987年，電影《血衣天使》突然走咗個導演，要揾人頂上，結果就由李志毅臨危受命，正式開始佢導演生涯。1991年佢自編自導咗《婚姻物語》，第二年仲攞咗金像獎最佳編劇提名。90年代初，李志毅加入 UFO 之後，編導嘅《風塵三俠》令佢一舉成名，提名咗1994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同最佳劇本。之後佢又拍咗《救世神棍》、《流氓醫生》等作品，都各有特色，風格跳脫又大啲瘋癲。講返 UFO 呢個公司名，其實都幾貼切，就好似外星人咁，來自另一個世界，係香港主流電影圈異類嘅存在。UFO 嘅宗旨就係唔跟風，要拍啲未試過嘅嘢，但係講到底都要有人睇，要買錢。喺呢點上，後來有到奇峰帶頭搞起嘅銀河影像，可以話係異曲同工。其實喺搞電影人公司之前，曾志偉就已經打過類似嘅主意，想拉班志同道格嘅導演出嚟，喺商業洪流中行一條另類路線。佢揾嚟爾冬升、許鞍華、羅卓耀、陳可辛等20位導演，想整個計劃俾導演拍自己想拍嘅電影，仲設計咗8條院線去上映呢啲唔一定賣座但充滿誠意嘅作品。可惜理想歸理想，現實就唔太順利，計劃仲未正式開始就已經胎死腹中。咁院線搞唔成，不如開間小型電影公司試下先。曾志偉一向話做就做，揾埋老拍檔陳可辛同鍾真一齊創辦咗一間叫做 United Filmmakers Organization 嘅公司。喺 UFO 黃金10年入面，佢哋真係喺港產電影世界殺出一條血路。更重要係，佢哋培育咗一大班香港電影未來嘅中堅分子。佢哋啲戲最叻就係用地道貼地嘅語言去講市井小人物點樣喺大時代入面揾生存空間，仲往往用喜劇戲謔方式去講愛講人性。喺當時鋪天蓋地都係武俠大製作、動作巨製嘅環境下，
UFO 嘅作品反而顯得獨一無二，開創咗一種不可取代嘅電影氣質。佢哋嘅開山之作其實係一部實驗性嘅小品《阿飛與阿基》。1992年，由梁朝偉同張學友主演，柯受良執導，整部戲可以話係一出黑色喜劇，玩味十足，諷刺味濃，對黑社會嘅荒謬險惡畫面刻畫得又癲又串，絕對係柯受良導演生涯入面最突出嘅一部。故事講兩個黑社會人員阿飛同阿基，一腳踏入江湖就回頭無岸，喺黑幫浮沉咗20年，經歷過打打殺殺、風流韻事，奇遇連場，但始終喺社團入面冇乜地位，連風光過一秒都冇，心裏當然唔忿氣。直到有一日，佢哋遇上咗真正有義氣、有地位嘅江湖大佬關公，兩個終於有機會出頭做大佬。點知偏偏兩兄弟一齊愛上咗同一個女人阿珍。問題係阿珍係同性戀，佢唔中意男人，只中意女人。呢段三角關係搞到大家都痛苦萬分，啼笑皆非。結果點？黑社會生涯就好似發夢咁，愛情都一樣係夢。最後阿飛同阿基要面對唔單止係現實，仲可能係生死。雖然唔及幾年前周星馳同張學友合作嘅咖喱辣椒咁深入民心，但係冇人會否認梁朝偉喺《阿飛與阿基》入面展現出嘅喜劇天分。戲入面對大佬威嚴嘅反諷，對兄弟義氣嘅嘲弄，對江湖電影套路嘅架構，可以話係港產片最早自我揶揄嘅作品之一。講返票房，當年《阿飛與阿基》喺香港收咗988萬，爭啲先過千萬，但唔好少睇，佢比韋家輝一個字頭的誕生早咗4年，比旺角揸 fit 人都早4年，仲比劉德華、張學友合演嘅江湖告更早成8年。1993年再接再厲，由梁朝偉、梁家輝、鄭丹瑞主演嘅《風塵三俠》面世，成績顯著，香港本地票房收成超過1700萬，比創業作《阿飛與阿基》直頭多咗800萬。《風塵三俠》講3個一齊租屋住嘅後生仔嘅感情故事，除咗3位男主角，女主角仲有袁詠儀、朱茵、周慧敏、柏安妮，簡直可以話係90年代香港女神大集合。雖然2000幾萬票房仲未夠當年年度冠軍嘅一半，但已經係佢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嘅票房爆款。之後幾年，陳可辛喺唔同訪問都講過一句話：《風塵三俠》係我哋當時最重要嘅一部戲。甚至到咗2013年，中國合夥人喺香港試片完，唔止一個人同佢講，不如改名叫《風塵三俠2013》。喺《風塵三俠》票房報捷之後，UFO 趁勝追擊，連環推出《新難兄難弟》同《搶錢夫妻》兩部風格鮮明嘅喜劇片。其中《搶錢夫妻》係由張之亮執導，請嚟咗喜劇天王許冠文同金馬影后蕭芳芳擔大旗。1993年12月喺香港上映。故事講一個新聞主播許冠文發現自己患咗癌症，點知未等佢搞清楚人生，電視台高層就因咁樣將佢炒咗。偏偏就係呢個時候，佢遇上咗一單搶劫案，居然紅咗。電視台即刻反手炒作，將佢包裝成苦命英雄，用佢嘅病情呃觀眾眼淚，博感情，呃收視，順便揾真銀。佢老婆蕭芳芳一開始仲以為老公扮病做戲，索性一齊博大霧，幫手炒埋作勢，真係夫婦同心，其利斷金。但偏偏佢哋個女兒見佢哋兩個咁揾命搏，覺得好唔值，仲對佢哋所作所為極度鄙視。一家人一場場鬧劇，鬧住又幾搞笑，但笑中有淚，唔止講錢講病，背後其實係諷刺住當年電視媒體操守，睇落搞笑，入面有血有肉，有痛有愛。雖然題材有深度又夠創意，但票房表現只收1874萬。後來經過數碼修復，呢套戲再以高清版本登場，俾一眾鍾情港式經典喜劇嘅觀眾可以重溫當年感動。另一邊廂，新難兄難弟就係有陳可辛同李志毅一齊導演，梁朝偉同梁家輝做主角，加埋劉嘉玲、袁詠儀、李子雄等班底，陣容超級豪華。套戲靈感嚟自1953年中聯電影《危樓春曉》，喺故事設定上玩咗個穿越梗，
講父子之間點樣喺時空錯亂之中慢慢和解。戲入面有個位最經典，就係楚原跳入跳坑渠，講咗句飛哥跌落坑渠。呢句唔止係笑位，仲係向新馬師曾嘅電影同歌曲《飛哥跌落坑渠》致敬。整套戲充滿懷舊氣息，係一種笑住喊嘅電影體驗。同其他喜劇唔同，新難兄難弟唔淨係靠笑位，更加重情懷，講人情味，講香港精神。兩位梁先生演技冇得輸，連配角都好有戲，個個演得自然到位，完全冇所謂搶戲問題。可以話陳可辛喺選角方面真係做得一流。陳可辛透過呢幾部作品，正式建立咗佢自己獨有嘅電影語言，拍市井，講人情，動真情。事實上，1993年可以講係佢哋嘅爆發年，靠住《風塵三俠》、《新難兄難弟》、搶錢夫妻，再加埋記得香蕉成熟時四部片，全年票房總和突破6000萬。喺當時嘅香港獨立製片嚟講，已經算係非常亮眼。而呢幾部戲，無論係主題、風格，甚至劇本創作方式，都顯示咗電影人公司就一種一齊傾、一齊砌嘅創作模式，將傳統江湖味削弱，溫情戲唔再膩。喜劇入面有人情，亦有態度。到咗1993至1996年間，佢哋繼續穩打穩紮，推出一系列風格穩定、題材多樣嘅作品，例如趙良進執導嘅《記得香蕉成熟時》，係小成本青春片，但口碑極好，票房亦有600萬左右。續集《記得香蕉成熟時二初戀情人》就由馬偉豪接手執導，陳可辛同李志毅監製，一口氣衝破1000萬嘅票房大關。只不過呢個系列去到1997年，第3集張之亮導演嘅《記得香蕉成熟時3》為你鍾情導演，可能因為市場環境轉變，票房就麻麻，只收得276萬。不過整體嚟講，呢個系列都獲得唔少影迷讚賞，評價依然唔錯。至於叫好又叫座嘅代表，就非金枝玉葉系列莫屬。陳可辛再次出擊，用愛情包裝夢想，用歌聲延續感情，成功喺商業同文藝之間攞到一個完美平衡點。眼見電影人製作有限公司發展越來越順，原本由三劍客起步，慢慢變成一個集合多位實力派電影人撐住嘅製作隊伍。佢哋嘅風格亦同市面上嗰啲純商業大片分得一清二楚，走自己文藝又不失市場味道嘅路線，可以話某程度上都算係創辦人多年夢想嘅實現。為咗公司可以持續運作落去，UFO 入面啲導演都係自己養自己嘅模式，上一部戲賺嘅錢唔捨得分紅，直接用嚟投資下一部作品。至於演員方面，好似梁朝偉、梁家輝咁，亦都唔多計較片酬，願意自降身價，為咗支持成個大家庭，可以話真係做到不離不棄。喺成班電影人之中，核心靈魂人物一定係陳可辛。1994年，陳可辛本身就想幫張國榮度身訂做一部戲，嗰部戲就係《金枝玉葉》。為咗完成呢部戲，公司不惜重本，拎出過往幾部電影賺翻嚟嘅收益，全力投放喺《金枝玉葉》度。呢部戲搵嚟巨星陣容，加上畫面光鮮靚麗，目標清晰，就係走都市文青中產 feel 嘅浪漫愛情路線，用雅皮情懷做埋點。電影以溫馨童話風格講一段大人世界入面都會出現嘅曖昧愛情。陳可辛導演手法明快，成功捉到故事嗰種撩人又唔膩嘅感覺。《金枝玉葉》上映後勢如破竹，足足連續上映2個月，票房衝到3000萬，創下 UFO 成立以嚟最高票房紀錄。當年仲攞埋暑假檔票房冠軍，入選香港全年10大最賣座電影。叫座之餘，叫好都唔輸蝕。袁詠儀憑戲中角色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張國榮亦入圍男主角獎。佢唱嘅主題曲《追風靡一時》獲得金像獎同金馬獎最佳原創歌曲提名。要特別一提，《金枝玉葉》講嘅正正就係90年代香港娛樂圈最燦爛輝煌嘅時期。能夠咁文藝嘅愛情片又賣得咁好，喺港產片歷史上都真係好罕見。雖然首集成功，陳可辛其實一直都唔打算拍續集，但偏偏佢之後拍嘅麻麻煩煩，票房慘敗，
公司虧損嚴重。為咗幫公司補窿，陳可辛最後都接受公司建議，駐守準備《金枝玉葉二》。雖然一開始其實佢唔太想拍，不過苦於冇靈感，續集起初一直拖住冇喐。陳可辛當時喺構思階段，其實仲有兩個備案，一係拍甜蜜蜜，一係拍婚外情故事。後來喺拍檔鍾真等人啟發之下，佢決定將婚外情主題融合入《金枝玉葉二》入面，加入更多感情複雜層次。佢再揾翻張國榮傾哥哥一口答應，再揾埋梅艷芳演傳奇女歌星方艷梅，腥味十足。《金枝玉葉二》喺1996年8月上映，比起第一集，今集更直接講性別錯置同愛情選擇嘅掙扎。陳可辛喺戲中講明自己對愛情嘅態度，相識到相愛好唔容易，即使面對人生百態，只要兩個人真心相待，互相包容，最終都可以喺愛情遊戲中成為贏家。戲中角色依然係痴心守候，尤其係顧嘉明嗰場求婚戲，感動唔少觀眾。最終票房收穫2000萬，仍然係 UFO 重要嘅成功之作。喺第1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金枝玉葉二》入圍咗包括最佳美術指導、服裝造型、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等6項提名。其中有心人亦獲得1996年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提名。商業成功表面係喜訊，但背後其實都藏住啲隱憂。陳可辛後來回憶話：以前我拍完部戲，你會講下意見；你拍完部戲，我都會講下感受。但拍完《金枝玉葉》之後，大家開始客客氣氣，唔敢互相批評。對於一個講求互相合作、互相砌戲嘅創作隊伍嚟講，呢種轉變其實已經敲響警鐘。之後佢哋開始走上同其他電影公司一樣嘅老路，使錢搞大製作，但漸漸迷失咗初心。馬馬飯飯、救世神棍、仙樂飄飄呢幾部作品成本節節上升，但市場反應平平，基本上已經將之前幾部戲賺翻嚟嘅利潤全部倒蝕晒。直到1996年推出一個香蕉少年，正式打沉咗整間公司。嗰套戲揾嚟唐寧、李麗珍、莫文蔚、李慧敏、黃興平主演，講嘅係女仔青春成長故事，氣質上都延續公司一貫嘅風格，但票房表現慘淡，公司喺財政上再撐唔住，最終投行嘉禾，結束咗自資自製嘅時代。之後，原本齊心嘅幾位創作人開始各散東西。李志毅去咗日本拍《不夜城》，轉戰亞洲黑幫題材；陳可辛就踏入佢個人創作高峰，交出咗《甜蜜蜜》。張之亮拍出《自梳》，用一段女性故事傳達身份認同同歸屬感。每個人都仲有好作品，但要再齊人拍翻一部之前風格嘅電影，講真，已經係昨日黃花。香港電影公司興衰成敗，總係叫人難離難捨。邵氏、嘉禾、新藝城一個接一個咁倒下，UFO 亦冇例外。睇住三劍客相繼離場，剩低嘅電影人，例如係仲文、葉錦鴻等人，雖然都好有料，拍出咗安娜、馬德蓮娜、半支煙呢啲風格作品，但要話復興當年電影人製作公司全盛時期嘅氣勢，講真，根本就唔現實。一轉眼就到1997，時代唔等人，冇得回頭。於是曾志偉將呢架來自外太空嘅 UFO 親手送回太空。陳可辛喺一次訪問中都坦白講：我哋幾個人對未來嘅諗法其實好唔同。志偉係一個好好嘅人，佢覺得可以用一間物業將大家綁住一齊，維繫住大家。但我就覺得5個理念唔同嘅人，你用物業嚟綁住係唔公平、唔現實。最終5兄弟各自走各路。曾經輝煌一時嘅電影人製作有限公司，都係以兄弟散場作結。但有一點係冇人會否認嘅，就係呢間公司曾經帶俾香港電影圈好大嘅啟發。佢哋代表咗一種自我反省、敢試敢衝，一種電影人對市場多元化、自律與創作並重嘅追求。佢哋拍出嘅唔止係戲，而係一個時代、一段風格、一種態度。對每一位曾經熱愛香港電影嘅觀眾嚟講，UFO 唔只係一間公司，更加係喺心入面永遠抹唔走嘅一道時代烙印。